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在新一天的早晨，在这边看到大家，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刻苦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我们现在跟你身旁的弟兄姐妹说平安，平安，很开心在今天在礼拜堂大家到大家。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
自由，生命自由，运行无止境。依山倒海，星星天地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在这里，嘿，在这里，嘿，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嘿，我相信，嘿，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在这里，嘿，在这里，嘿，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嘿，我相信，嘿，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哈利路亚！主，你是光明，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赐我们希望和新生。求圣灵充满，你爱永远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时刻，我们聆听你的话语，更能活出你的心意。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全因你怜悯，显明你旨意，主赐我生命。活出你心意，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主赐给我生命，主赐我生命，恩典与真理，成为神儿女，活出你心意，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
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主啊，在你的救恩计划里，我找到我自己。从今以后，我不再只依靠自己，而是单单仰望，凡事交托在你手上。由你掌权带领，我愿用一生来荣耀你。荣美的救主，我仰望你面，你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我找到自己，在你救恩计划里，我愿用我全心，用我全力来荣耀你。荣美的救主，我仰望你面，你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我找到自己，在你救恩计划里，我愿用我全心，用我全力来荣耀你。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我只想永远爱着你，紧紧跟随你，我一生因你而微笑。当你的灵将我环绕，我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我的主。荣美的救主，我仰望你面，你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我找到自己，在你救恩计划里，我愿用我全心，用我全力来荣耀你。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我只想永远爱着你，
随你，我一生因你而微笑。当你的灵将我环绕，我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我的主。没有任何事物能改变我决定，或改变我的心。当你用爱触摸我空虚的生命，我已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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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离开你。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我只想永远爱着你，紧紧跟随你，我一生因你而微笑。当你的灵将我环绕，我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我的主。你是我一生的依靠。邀请大家一起唱。温暖的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感谢上帝在这个敬拜的时刻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多么幸运能成为你的儿女，多么幸运能成为你的拯救。上帝啊，我愿用一生来荣耀你，求你喜悦持续丰富我们的生命，求你带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聚会，求主与我们同在。孩子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持续站立，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请坐。好，接下来我来报告几项事情。我们持续为公祷事项需要代祷的兄弟姐妹们来做代祷。那我们来看一下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2位牧师随圣歌队参加退休会。那我们感谢曾嘉丽传道来支援讲台，带来宝贵的信息，也愿主赐福引领他们家人。第二点，下个礼拜18号礼拜六下午3点召开小会，以及3点半召开长执会，那我们请长执留意。第三点，爱餐任线尚未缴交的兄弟姐妹们，请于下礼拜主日时交给干事，以及因物价飙涨，那如果对爱餐奉献有负担的兄弟姐妹们，也可以为爱餐奉献持续来献心献力。第四点，请各团契将2024年的事工报告以及今年2025年的事工计划于1月19号前交给干事，
以利编和会手册。第5点，教会备有新年的春联，然后供给会友使用。那原则上1家1户，请到1楼的招待桌索取。那团契消息我们自己看，以及奉献明细如果有错误的，我们请向干事更正。那我们现在进行奉献。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次的恭敬的来到你的宝座前，真心诚意的来敬拜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爱拣选了我们，能够成为上帝蒙福的儿女，天天都有主你看顾保守，无论我们身在何处，你都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所当行的路。主啊，也感谢你今天透过真嘉丽传道的信息，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力量，使我们不致偏离你所安排的道路，也指教我们所当行的路。也求你此时此刻，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明白你所要教导我们的信息。主啊，我们现在奉上一些金钱作为你的圣工之用。我们最后也要用主祷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圣经，今天的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第3章15到22节，以及使徒行传8章14到17节。那我念一句，我念一节，你们念一节。第15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17节，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好，接下来《使徒行传》第14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好，我们今天的正道题目是"你是我的爱子"，我们请曾嘉丽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时间过得很快吼，今天是1月12号，我想这可能前2个礼拜大家还在那里很兴奋的跨年这样。说是1月12号，所以我们2025年很快就过去了10多天了这样。那不知道大家到目前为止新的一年过得怎么样呢？我还记得在小时候，就是学生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有那种什么作文课这样，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作文课这样。就是作文课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被鼓励说，我们要写下我们自己的新年新希望，或者说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哦，我立志，我新的一年我要做什么事情这样。有可能是有一些规划期待，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激励自己。就是有可能是如果学生的时候，我们会想，我的考试希望可以考得好一点，或者是说我想要学什么东西，我想要我的钢琴、我的琴艺，或是哪一些语言啊，哪一些学习上面，我可以有更加的这个进步跟成长。不过这些期待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有办法控制的吼，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是不是靠我们自己就有办法完成的期待？例如说，这样讲世界和平可能有点太大了。但是，例如说，我们大部分人应该都会希望我们是活在一个安定、平稳、稳定的一个社会当中，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当中，至少就是吃饭啊什么没有什么烦恼。但我们也知道，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啊，总是会有一些社会各样的问题，高房价啊、高工时啊、低薪，特别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这一类的问题。这个时候啊，我们常常就会期待说，我们会出现一个公正、有能力、非常强大又清廉的一个可以国的一个总统或是一个政府，来可以好好的统治治理我们的国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回头看吼，就是从这个1996年开始，台湾是第一次开始的总统的直接民选嘛。那从这个1996年开始到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有经历过8届的这个总统选举，但是好像也没有哪一个总统是真的可以让所有的人都满意的。我们总是必须常常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其实这样子的期待，还有这样子的无奈，它其实也同样的发生在耶稣时代的这些犹太人当中。从路加福音的这个背景来看啊，犹太人呢，他们就是对弥赛亚的这个期待是非常深的，根植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跟他们的这个历史的这个经验的脉络当中。这个弥赛亚吼，就是我们今天是读到基督了，可是它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类似的概念。这样，弥赛亚这个词，我们一般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样我们是听说，弥赛亚，我们直觉认为弥赛亚就是耶稣，但其实啊，耶稣那个时代来说，弥赛亚它是一个希伯来文，他们原本的意思叫做受膏者。什么叫受膏者？就是你被膏抹。那什么样的人会被膏抹呢？就是按膏抹、膏立这样，意思是一个是可能是国王，有可能是宗教领袖、祭司，这样子的人会被膏抹。那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者这个概念，它其实是从我们的旧约圣经出来的，尤其是这个先知书里面啊，它常常有对那些那个将要来的那个救赎者，这个弥赛亚有很多的预言，那个将要来的那个人。所以犹太人一般来说，他们会相信弥赛亚，这位弥赛亚他会是大卫王的后裔。我们如果对旧约够熟的话，我们知道大卫是这个受以色列、受上帝所膏立的这个王这样。然后这个弥赛亚呢，他是一个被耶和华上帝所拣选的领袖，他将要来带领这个以色列国度他们的和平跟公义。在耶稣那个时代啊，犹太人他们其实是他们不是自己自立的他们没有独立他们是被罗马帝国统治。所以他们的自由、他们的民族，还有他们的一些宗教的一些权利、自主的权利，常常是受到压制的。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照自己的这个权利来生活，这样，所以这更加深了他们对弥赛亚的这个渴望。那很多人他们也都期待说，弥赛亚他就是一个政治跟军事上面的这个将领、这个君王、国王、这个救主。这个弥赛亚可以带领他们来推翻这些外邦人的统治，重新建立这个大卫王朝的荣耀。不过另外一方面犹太人他们也是希望这个弥赛亚他可以实现先知所预言的那个上帝国的来临，上帝国的降临，让这个世界充满公义和和平、公平、公义。那实际上当时就是犹太人对弥赛亚到底该是什么样子的王，已经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所以其实并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样子。但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其实也出现了很多的先知啊，或拉比啊，
把自己视为是弥赛亚，或是别人会期待他是弥赛亚。当一个非常有能力、有名望的拉比就是那个我们常听到拉比是门徒叫耶稣拉比，但是其实拉比的意思就是老师的意思，就是犹太人犹太教里面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学问、有涵养的人，他们就会有一些他的一个老师，还有一些门徒，他有一些门生，大家就会称之为他的拉比。所以拉比不是只有耶稣一个，那时候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拉比，非常非常多的先知。那如果出现这样子的人的时候，就是其实百姓就会开始期待说，这个人他会不会就是那个传说中那个在我们读到旧约中要来的那个弥赛亚？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的经文，就是这个情况。他们期待谁是弥赛亚呢？我们一开始就讲到，百姓期待基督的来临，他们心里猜测，或许约翰是基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约翰他有可能是就是大家期待的那个弥赛亚的那个热门的人选，大家都在猜会不会约翰就是基督。不过在讨论这件事情，我们要先来问一下所以约翰是谁？我们大家不知道对约翰熟不熟悉？这样，其实如果我们有真的读过路加福音的整个经卷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说，其实约翰他也是一个，他不是一个小角色吼，就是约翰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也是一个备受期待，而且有上帝的预言在他身上的一个人。他的父亲撒迦利亚跟他的母亲伊丽莎白，他们其实都是非常虔诚的犹太人。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甚至是一位大祭司，就是可以代表所有犹太人去到犹太人的会堂，进到至圣所里面，向上帝来献祭的一个人，所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宗教的这个代表的人物。这样，那约翰的这个预言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撒迦利亚他担任这个大祭司的角色，他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在祈祷献祭的时候，突然之间，天使加百列出现了。就是加百列其实很忙，我们如果就是路加福音看到，就是加百列还蛮常出现的这样。天使加百列他在撒迦利亚在献祭的时候，他告诉撒迦利亚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把他取名叫约翰。”那说他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约翰是要来为主预备道路的。那我们也看到，就是约翰他后边的言行，他就真的是照着这个天使的吩咐，把他们这对父母就是撒迦利亚跟伊丽莎白，把他献给上帝，所以让他过得非常的这个刻苦勤俭的生活。我看到他是生活在旷野当中，吃蝗虫野蜜这样子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这样子。那这个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要献给上帝的人是这个有特别的规定。他们旧约有一个规定叫做拿细尔人的规定。大家如果不熟悉的话，可以想象参孙。那参孙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啦，就是他虽然是拿细尔人，可他一直破例这样。但是对照参孙的话，我们在新约就可以看到的是约翰。约翰他就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遵守这个拿细尔人规定的这一个献给上帝的人。约翰他不但他是在旷野长大，后来他出现在犹太人的面前，而且呼吁这些犹太人，你们要悔改，因为上帝的国要来临了。呼吁犹太人悔改，要迎接上帝的国。不过，其实如果我们再回去看这个路加福音1、2章，那更有意思的一点会发现，其实约翰跟耶稣是有一点点亲戚关系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玛利亚，她就是怀孕之后，她去找伊丽莎白，她有说伊丽莎白是她的表亲，可是伊丽莎白年纪很老迈，他们可能是很远房的这个关系，这样。对，所以其实这样生下来说，就是这个约翰跟耶稣他们是一个远房的是他的远房的表哥这样子。所以这个天使加百列他在宣告，就是在对撒迦利亚宣告约翰要出生之后，他也同时向童女玛利亚来宣告说，来预言说耶稣的降生。而且这个时候加百列是直接告诉玛利亚说，你要生的这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他就是那个至高者、至高上帝的儿子。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路加福音虽然我们在前面看到好像是两个有一点点像的一个故事，就是都是天使出现，然后跟他的父亲或母亲说，你要怀孕生子，那这个孩子他将来有一个特殊的任务。但是呢，我们其实同时也可以看到的非常清楚，就是说这个从我们读者的角度来看，就是谁才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东西早就已经破梗了，因为一开始就讲了嘛，他就跟你说这个约翰他只是这个要来为主来预备道路的人，但是耶稣就是那一个至高者的儿子。但我们做读者知道，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他已经破梗了，可是当时的犹太人不知道
他们真的不知道。所以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就是看到约翰的事工，约翰的事工其实非常的成功。我们如果从其他的福音书来对照来看的话，就是他非常多人到这个约旦河边去找约翰，要请约翰替他们施洗。所以，而且这些人当中，不是还包括了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等等这些人，他们都去找约翰。所以代表其实约翰的布道宣讲，要犹太人你们要悔改的这样子的信息，其实是非常成功的。那这个非常的成功，到背后的影响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哇，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我们期待非常久的那个人？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可以说是当时的这个犹太地区，因为约翰的这个布道、这个宣讲，兴起了一场宗教复兴运动，所以他会被人这样子期待，他是一个弥赛亚，其实不太让人意外。虽然我们知道，他不是，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的人，他们看到约翰这样子成功的这样子的宣讲啊、悔改，这么多人来去寻找约翰的时候，就会觉得，他有可能就是那个弥赛亚。如果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这个布道家非常成功，我们也会期待说，他是不是就是谁？就是那个要来拯救我们，或是他有什么样子特殊的能力？这样，当然我们知道，就是约翰不是基督，约翰他不是弥赛亚。约翰其实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约翰他说他自己只是那个要给那个真正的弥赛亚来预备道路的人。他也说，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约翰自己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约翰他本人他自己并没有被他自己成功的这个事工的这个成果来迷惑，他仍然坚持持守自己的身份和角色，甚至这个约翰他最后呢，他也是因为说真话得罪希律王，他最后其实是大家知道他是被砍头的，就是他是最后落得殉道的下场。但是约翰的事工里面还有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约翰他为耶稣来施洗。耶稣施洗约翰，我们说施洗约翰，他不只是施洗非常为很多犹太人施洗，他甚至也为耶稣来施洗。那这个行动，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违反我们的直觉吗？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要洗礼的话，通常应该会是牧师啊，或者是就是比较，就是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属灵的长辈来为你洗礼嘛，也就是一个属灵的前辈来替属灵的晚辈来洗礼。那耶稣他为什么会需要约翰的洗礼呢？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啊，为什么他需要约翰的洗礼？这样，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子认为的话，就有一点忽略了，就是这个行动，就是约翰为耶稣施洗这个行动背后真正的主角是那个让天打开的圣灵。经文告诉我们，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就开了，有形状仿佛鸽子的圣灵降到他身上，临到他身上，直接宣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这短短的一句话，它其实至少传达了两个信息，一个是透过圣灵显现来彰显出上帝和耶稣的关系，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在这个透过这一句话，它表达出一种是情绪上、情感上的喜爱。也就是说，除了客观上面的关系的连结之外，还有是主观上面的我喜爱你，我喜悦你，我觉得我很喜欢你这个人，或者我是一个主观上面的情感的连结，客观的关系跟主观的情感上面的连结。那其实这个东西在神学的历史上面啊，就有一些针对这段经文有一些辩论，这样子，就是他们会说，所以意思就是耶稣他可能本来他不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在透过这个洗礼啊、圣灵降临的时候，他才被收养这样。那这是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四子说啦，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这样，因为这个说法其实后来也被更多的神学家来反对。因为我们也其实也没有相信这套神学，因为我们从前面经文就有看到，一开始他出生的时候，这个天使已经宣告说，你这个腹中的孩子就是至高者上帝的儿子，这样。OK， 所以但是这个图像就是耶稣他受洗，然后天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这幅图像，它其实表达了耶稣他作为真正的弥赛亚。真正的弥赛亚的意思，并不是说他要满足犹太人那种对于一个君王要出现来让他们来带他们带兵打仗，要推翻这个压迫他们的政权，是这样子的期待，或者他们想要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样。重点是在于这位弥赛亚耶稣他和上帝的之间的关系，
这个圣灵的降临给我们一个清晰明白的象征，是象征弥赛亚的重要的意思在是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受圣灵的洗，就是虽然说我们可能常常在福音书里面啊，在新约里面常常有讲到这个东西，受圣灵的洗，可是我们大概真的很难想象，或者说我们很难分辨说受圣灵的洗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应该没有真的看到有鸽子飞下来啊。就是经文告诉我们说有天开了，有这个像鸽子形状的圣灵飞下来，可是我们没有看到。那这样我们到底要怎么分辨受水洗和受圣灵的洗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我们读到今天看今天第2段读的这个经文，就是《使徒行传》我们会看到就是在耶路撒冷之外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受了洗，可是他们并没有受圣灵的洗，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发生什么事情呢？好像奉耶稣的名受洗还不够，使徒他们还另外差派了彼得和约翰到这些撒玛利亚人中间，然后按手在这些受洗的人身上，这些撒玛利亚人就领受了圣灵。那后面而且后面我们没有读到的部分，发生了有另外一个西门，他要拿钱给使徒，叫使徒给他圣灵恩赐的这个插曲，这样。那可从这个经文的描写来看，好像领受圣灵这件事情是要有很特别的外在的行为，你可以看得到他领受圣灵了，那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天开还是什么之类的，这样好像必须这样子的洗礼才算数。可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当中好像有一些并没有这些灵恩经验的弟兄姐妹，或者说我们也不会方言祷告的这些基督徒，那我们的洗礼还算数吗？我们的洗礼这样难道就不算数了吗？听起来好可怕。怎么会这样？因为弟兄姐妹，我这里想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就是你已经洗礼过的举手，有洗礼的 ，OK， 有一些 ，OK， 好，那这个再来就是你是在哪里洗礼的？你是在我们长老会洗礼的举手，OK， 大部分可能是在我们长老会洗礼这样 ，OK， 那有没有一些是你其实不是在长老会里面洗礼？你可能是在其他的教会洗礼，然后最后你又来到我们教会的，有没有？有吗？也是有 ，OK， 对，差不多就是大部分都还是在我们这个长老会里面洗礼这样。那就我所印象所及，再问一个好了，那你是小儿洗礼的有没有？没有小儿洗礼吗？好，所以你是都是成人洗礼吗？坚信礼，小儿对，有受过小儿洗礼的举手。有受过小儿洗礼，然后之后才坚信礼的 ，OK， 所以就是小儿洗礼，然后才坚信礼嘛，对，就是我们应该有三个主要会做洗礼的这件事情，就是我讲修习 C 类嘛，就是等于是爸爸妈妈，就是你生出来之后，爸爸妈妈带你来到这个教会，然后由牧师来为这个孩子来洗礼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等到这个孩子他长大成人之后，他自己决定了他要接受这个信仰之后，他会有这个坚信礼嘛。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已经长大成人之后，我才来到教会，然后接下来就是才有这个成人洗礼这样。对，好，那这个我自己其实就是也是长老会，从小在长老会长大的这样。那在我还出生没有多久，应该几个月，我没有记忆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在我的母会，就是在台中的雾峰教会这样，然后我就有受了就是长老会的这个小儿洗礼这样。那虽然就是我是受了洗礼，可是我们知道就小儿洗礼的这个修习会完，这个小儿会员他们不能够领圣餐，你必须至少要等到坚信礼，或是你是成人洗礼，你才可以来领圣餐这样。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好像有一个很理所当然的这个2阶段来说，其实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接受的。怎么说呢？例如说，就我所知，在浸信会的系统里面，这个教会里面，他们其实是不接受小儿洗礼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啊，就是洗礼这个东西，它应该是信徒我自己自愿的行为。洗礼这件事情，表达说是我们对这个耶稣的信心，还有对耶稣或对上帝的信心，还有我们悔改认罪。可是婴儿、小孩子，他当然没有这个能力去理解，或是说去认识上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对，那而且这个东西也不应该是透过就是父母来替你决定。可是那这样子说来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会接受就是小儿洗礼这样还要这么麻烦，还要分2次？但其实按照我们长老会的制度，或者说这个制度背后的这个神学啊，它其实代表是基督徒的父母。通常你会接受小儿洗礼，一定是你的爸爸，或是至少有一个
爸爸或是妈妈你是基督徒嘛，所以你才会想要把你的孩子带来到教会，然后希望他可以受洗这样子。那这个背后的意义就是说，基督徒的父母将自己的孩子带到上帝面前，而且在众人面前宣告说，我要用基督的信仰来教导这个孩子，我用基督的爱跟陪伴来陪伴来教育他。那同时，因为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行动，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家庭把他的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我们同时也期待着教会当中所有的兄弟姐妹来成为这个孩子跟这个家庭的支持，在信仰上面，在各种教育上面来支持这个家庭，而且支持这个孩子，让他们在教会里面可以有很好的造就跟陪伴。那其实这两种神学都有一点道理，因为像这种小儿洗礼，它代表的是一种上帝的拣选，上帝没有条件的恩典跟拣选，因为你的父母其中有一个是基督徒，所以我同时把这样子的恩典给你的孩子。那这种浸信会或者浸礼派的这个神学，它强调的是个人我自己这个人对信仰的认识跟追求，我想要来寻找上帝，我找到了，我认识上帝，所以我接受洗礼。这两个神学其实没有哪一个比较好，或是哪一个比较不好，它其实都有它的道理。它是从不同的面向来去看说，哦，我是爸妈带来的来接受的，还是说我是我自己决定的这样？那这个洗礼的问题当然是有非常多值得讨论的，而且可能讨论下去还蛮多东西会吵起来的这个问题这样，包括就是说，哪个教会会不会承认另外一个教会的洗礼呀？这个洗礼到底算不算数啊？那你受过这个教会的洗，你可不可以到那间教会领圣餐啊？等等等等的，就是讨论下去其实是没完没了的这样子。但是这些问题的背后啊，其实最主要就是在讨论说，到底我们承不承认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有把彼此当作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从神学上面来看，我们可以说就是水的洗礼和圣灵的洗礼，它其实分别代表的是外在的仪式，或者说它其实是内在的这个属灵的经验。可是这两者理论上来说，它其实是不冲突的。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彼得就有呼吁人要接受水的洗礼，然后随后呢，他们就要领受圣灵，来领受圣灵的恩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稍微整理了一下，就是水的洗礼跟圣灵的洗礼是有这样子的分别。有一些是可能是我原本的是悔罪，然后最后当我受到圣灵的洗，我其实是有一个重生。那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样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问那我们长老会的洗礼算是哪一种？或者说我们要问说，那现代的教会有没有区分这两种呢？其实我们如果有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圣礼洗礼这件事情的发展，在教会里面其实还真的是有一点分别。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这个长老会的洗礼是有经过这个小儿洗礼跟坚信礼嘛，或者说坚正礼，就是 confirmation， 这其实是同一个字啊，就是有一些教会会用坚正礼，有些我们是用坚信礼这样。但是我们如果只是用成年或是未成年来去分别的话，其实我们并没有真的认识或是理解这件事情背后的神学意义。但如果就是我们从一些教会或是大公教会，就是天主教啊、圣公会这些教会里面，他们对洗礼的神学跟理解来看，我们其实可以看得更清楚。洗礼就是信仰的入门的这个圣礼，就象征说我的罪得赦免、重生，而且我加入基督的身体，加入基督的身体等于加入教会，我加入教会的这样子的一个确认跟这个行动。那就是我知道是在圣公会里面，他们也接受就是这个所谓的婴儿洗礼跟成人洗礼这样。那强调的是说，洗礼是上帝恩典的记号，因为我们说小孩子不懂嘛，可是上帝仍然拣选你，所以是他的恩典，他无条件的，不是因为你认不认识他，他就已经拣选你了，这是上帝的恩典的记号，而且会用水和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这个名来施行洗礼。那洗礼之后呢，信徒就正式成为教会的一员。那坚信礼是什么呢？坚信礼它其实是一种信仰的深化跟确认。那通常会就是如果是在这种大公教会啊、天主教，他们是用主教来举行这样子。那它象征的是一种圣灵的赐予，还有信徒的属灵成熟。那受坚正礼的这个信徒，他是公开的确认自己的信仰，愿意承担基督徒的责任。所以洗礼和坚正礼跟坚信礼它是互补的。洗礼是信仰的起点，坚信礼是信仰的深化，为的是帮助基督徒可以更好的活出自己的生命跟见证。好，
换句话说，其实见证礼的重点不在能不能领圣餐，而是有没有接受圣灵。不论是在哪一间教会或是哪一个教派受洗，我们接受的是小儿洗礼、成人洗礼，或者是坚信礼。在我们教会当中所呈现，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呈现的是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熟，我们承担着基督徒所应该肩负的责任，我们愿意在教会当中委身服侍上帝的时候，其实就代表其实是有圣灵临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愿意在同一间教会里面，就是领受圣餐，彼此一起在这个这一斗，彼此来领这个一起来这个共荣来做领受圣餐的时候，其实也代表是因为有圣灵内住，我们因为有了圣灵的内住而彼此成为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的是同一位上帝所以呢，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彼此接纳，我们因为有这样子合一的关系，自然也就成为了耶稣的弟兄姐妹。我们成为耶稣的弟兄姐妹，意思就是我们也是上帝所爱的儿女，我们也是上帝的爱子。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不论是在社会或是教会当中，我们其实常常都会面对类似的处境，就是我们的生活上面总是有一些大大小小不如意的事情。就算我们认为自己就是已经非常努力了，我们也应该有一定的能力。假设我们都是成年人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可以解决问题啊。可是我们还是会常常遇到一些超乎我们预料之外的危险或者一些意外。这些意外有时候不是靠我们自己就有办法处理的。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期待会有一个超级厉害的一个强人，有可能是老板啊，或是总统啊，或是甚至是教会里面的牧师等等的，他最好就是说一句话，大手一挥，所有的事情、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其实就很像犹太人他们对于弥赛亚的期待，可是这个期待常常有时候会是一种误解或是错误的，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常常很快就会发现说，就是这个救世主不像我们一开始认为的这样子这么完美，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不是别人所期待的那个样子，也有可能是他在因为受到非常多人的期待跟支持之下，就是这个群众非常有群众魅力，在这种长期之下，他迷失了自己，以为自己真的是那个可以改变世界的一个人。可是这个时候，就是施洗约翰的态度蛮值得我们借鉴的，就是我是为了后面的那个人来的，我是给他提鞋也不配这样。那回到耶稣的身上，虽然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改变了世界，可是他其实不是按照犹太人他所期待的那个模式。弥赛亚也不是他们认为那个会带兵打仗，把国家从罗马政权手中抢回来的那个王。实际上，从圣经来看，弥赛亚身份更重要的是他和上帝的关系，也就是透过圣灵的降临来显示出这是一个和上帝建立亲密的连结，遵行上帝的话语，而且会去实践的人。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所有信徒来说也是这样子。我们透过洗礼或者是坚信礼来领受圣灵，成为上帝的儿女。除了展现出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之外，其实也展现出是兄弟姐妹彼此之间的这种彼此相爱、互相成为肢体的关系。事实上，期待一个有圣灵同在，而且愿意遵循上帝话语、遵行上帝旨意的领导者，会比就是我们期待出现一个强大的领导或是统治者，对整个就是这两个这样子的领导比较起来，事实上是这个愿意遵循上帝话语的领导者，其实对整个社会或是对整个教会都是更加有帮助的，而不是期待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强人的领导或是统治。在面对困难跟挑战的时候，我们的人性，我们会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人、强大的领袖，有点那种英雄电影有没有？超人出现这样，出现一个强大的人来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耶稣的到来提醒我们，生命真正的改变并不是透过这些外在的强大的权利，而是在于我们内在跟上帝的关系。耶稣以他自己的生命示范了怎么样叫做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并且也透过圣灵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当我们在谈洗礼和坚信礼的时候，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仪式，它其实是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的记号，提醒我们彼此是肢体，我们是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要在教会当中彼此相爱，彼此互相的成全。真正值得我们期待的，并不是某一个救世主来替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是不是，还有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教会，是不是真的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成为一个受圣灵充满的见证者，透过这样子带来爱和盼望。因为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重新调整我们自己的期待，让我们不再单单只是依靠外在的力量，而是透过和主和上帝建立更深的关系，来活出上帝的旨意，我们也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透过耶稣和透过约翰的行动，让我们更加的理解，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主。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你的话语来成为你所爱的女儿？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时时刻刻的与我们同在，也恳求你持续的引导和看顾我们教会，看顾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主都有你的盼望，都有因你而来的盼望和你的带领。我们将同心合意的在你面前祈祷，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荣美的救主，我仰望你面，你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我找到自己，在你救恩计划里，我愿用我全心，用我全力来荣耀你。荣美的救主，我仰望你面，你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我找到自己，在你救恩计划里，我愿用我全心，用我全力来荣耀你。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我只想永远爱着你，紧紧跟随你，我一生因你而微笑。当你的灵将我环绕，我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我的主。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团契与感动，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你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救恩，你的双手扶持软弱，使我刚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